1號嘅主攻手張子喬。今日校長都嚟支持啊！咁啊，都好支持呢個排球隊啊！兩隊喺賽前都先嚟將大盒攞過6次冠軍啊！咁啊，包括咗啦喺2022至24嘅2連冠啦，同埋咧2013至到17年嘅4連冠啊！咁啊，至於金巴倫長老會耀道中學咧，咁啊最好嘅成績咧，咁啊係喺2017至18年啊，咁啊係當屆嘅季軍嚟嘅。可惜咧就以0-2咧輸咗俾協恩中學啦。咁啊，而另一邊啊，耀道中學咧亦都係0-2咧輸咗俾拔萃女書院嘅。元朗區嘅冠軍啦，咁啊而鄭裕彤中學啦，咁啊就係港九區嘅季軍啊。咁啊，所以喺各自分區裏邊咧，就都係數一數二嘅球隊啦。咁但係咧，當然啦，喺學界因為分區嘅關係咧，咁啊喺學界就未對過嘅。咁啊嚟到精英賽啦，季軍戰。今日咧個季軍賽咧就將會係3局2勝嘅比賽啦。咁啊會係每局25分啦，決勝局咧就係15分嘅。雖然兩隊琴日喺4強戰呢都失利啦，分別輸俾拔萃女書院啦同埋協恩中學。咁不過我相信呢喺琴日佢哋適應完呢個咁特別嘅場地啦，嗰啲嘅打氣支持咧，其實你變咗打個波出嚟嗰個聲咧，個 set 波嘅時候咧，可能都會喺個企位上啊，或者個 timing 都有啲出入嘅。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嘅，相信。咁啊係啊，即係我哋依家現場睇到咧，嗰個燈光，康文署其他嘅體育館啦，冇咁多可以有個咁高樓底啊。咁啊，對於打排球嚟講，其實嗰個樓底高矮咧都幾影響我哋嗰個判斷嘅。嗯，冇錯冇錯。如果練波嚟講咧，即係我哋知道，譬如協5號嘅黃欣琪，9號嘅鄧影晴，10號隊長鄧子瑤，11號黃麗敏，12號李樂儀，16號陳影嘉，仲有首發自由防守球員3號嘅李樂彤啊。